大家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铁是否要进到高雄市区，引起广泛讨论。由于在鼓山站附近会有一处接近90度的大转弯，因此列车必须降速，车速肯定不高。再加上高雄车站附近会有民宅，必须要拆迁。议员呼吁中央必须要把民众的疑虑都解决后，才能确定是否要采高雄案，否则将会民怨四起。高铁是否要进到高雄市区引起广泛讨论。根据交通部2016年完成的评估报告显示，高铁工程沿台铁新辟隧道岸，虽然工程技术可行，但受限台铁路线在鼓山站间会有一处接近90度的大转弯，因此列车必须降速。面对这样的情形，高雄市议员黄湘淑认为，若是采高雄案，中央应尽速将方案状况说明清楚。我认为说，可能在施作的工法上面，他们可能会有稍微的去改变，或者是在转弯处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做怎么样的方式的修正哦。这个我想是希望说，交通部在方案确定之后，都能够尽快的去解决哈，不要让民众还是有一些存疑。近期铁道局在高雄举办多场南延路线说明会，最后一场三民区在日前结束。会中铁道局表示会有开挖地段，但却没有说明会征收哪几户的民房。高雄市议员黄湘淑希望中央要把民众的疑虑都解决后，才能确定是否要采高雄案。弯刀的处刚才可以用听到，其实这个都是民众非常关心的，但是其实在那一天当天的说明会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的去给民众答案哦。所以我也是希望说，既然年底我们就要决定高雄方案了，所以很多在这一次说明会也好，包括专家学者，包括很多的朋友所提出来的疑问，交通部都能够先行解决以后，再来决定我们的方案是不是确定是高雄方案。也因为高雄案影响的民房户数资讯还没有完全揭露，造成民心惶惶。高雄市议员郑梦露认为，后续铁道局应该有更详细的公听会，才能接续推动。评估完之后应该要开始去着手，就是实际受影响的这些住户跟实际受影响的里别开始在针对分离或者是分细部的区域去做那一个区域会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公听会，这样才对。高雄车站周边居民忍耐了20年的车站改造工程，没想到还可能再遇到拆迁，居民实在想问，方案串联度不足，到底是怎么规划的？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T-Pass 方案从去年推出至今，受到了通勤族们的喜爱，每个月的销售量已经超过8万，相较推出初期成长了8倍以上。初步统计，每日使用月票的乘客接近50%，南高屏地区更是首推季票方案，让民众可以更加方便的购买月票。从2023年开始，行政院开始推行 T-Pass 方案。对于每天上班搭车的民众来说，几乎都是人手一张，因为每个月都购买月票是真的省很多。因为我每天在使用啊，你像我住在冈山啊，这样子，如果不用 T-Pass 的话，可能一单趟就50块、60块这样子。对啊，那一天来回就要100块。对啊，那等于我4天就回本了。从112年这样推出以来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大概是1个月1万张左右。那 T-Pass 推出之后呢，受到很多我们民众还有市民的欢迎，所以目前单月每个月的销售量已经达到8万张，较之前已经达到8倍。目前南高屏地区 T-Pass 每个月销售量已经超过8万张，相较推出初期已经成长了8倍以上。但是过去都需要每个月固定回购，对于长期在搭车的民众有些不太方便。为了因应需求，南高屏 T-Pass 推出季票方案，购买一次就可以连续使用90天。季票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其他的生活圈最早的时候是只有推出月票，那其实长期在搭的乘客会觉得说，我每个月都要搭了，那你应该是给我更长的时间，那我之后可以省去说，我还要再去购买新方案或过卡的问题，所以我们优先全国第一次推出台南、屏东、高雄同一起推出季票的一个方案可以选择。毕竟他送的还有什么脚踏车额外的服务，蛮多样化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算下来，每个月还是省蛮多钱的。现在所有 T-Pass 方案，南高屏地区都可以一次购买1季，购买方式也跟过去相同，只要手机储值或是临柜都能购买。未来也将会持续研拟不同天数的购买方案。其实乘客也有在要求说，除了说季票、月票以外，也有短天期的，也有在推，例如说5天或3天这种。
也有一些民众在许愿，那另外也有许愿说，可不可以有推荐制啊，或是订阅制，这个我们都一并都在做考虑。现在高雄它那个大众运输是越做越好，所以399这样的方案可以让你享受到渡轮，然后台铁、公车这些捷运之类，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靠着 T-Pass 方案的加持，大众运输的运量持续攀升。初步统计，每日使用月票的乘客已经接近50%，鼓励民众可以多加使用，不但符合现金净零碳排的趋势，也可以借机省下许多荷包。记者孙军高雄报道。高雄车站天棚已经全面完工，预计将在12月28号全面开放，民众将可以走到车站上方散步休憩，甚至还可以把脚踏车骑上去，享受在车站空中骑车的快感。一座连接地面的旋转楼梯矗立在高雄车站中，整座梯身都漆成雪白色的，台东上方布满了云朵般的结构，走上去就像是乘着白色气旋登上车站的空中。接人目前在高雄车站的上方，后面就是可以走上来的楼梯。整个工程已经即将要完工，预计12月底民众可以上来参观，可以散步和骑好车休憩。走上楼梯，整座车站天棚映入眼帘，可以看到已经布满了绿植栽，还有乘凉用的遮阳棚。天棚步道也已经完成铺设，未来民众可以在车站的空中骑脚踏车。以后在地面层的民众可以经由2只螺旋楼梯，还有自行车道。上到我们天棚上面，总共几条道路可以上来？总共有2侧的引道，还有2个旋梯，还有1个自行车道。假如觉得走楼梯不太方便，也有无障碍电梯提供给民众使用，甚至还有可以直接骑单车上去的旋转车道。整座天棚可以横接车站东西2项，西到嫩江街，东到忠孝一路。上面有自行车道跟人行的步道，整个就是贯通整个这15公里多的原道。那全长天棚圈东西向全长660公尺，南北的部分是330公尺左右。这是以后高雄车站到天棚的一个联络自行车道，它用弧形做建造，上面还有做止滑设施。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做这个天棚的成拱效应，它里面跨越3个篮球场的宽度。我们施作的时候碰到困难都一一排除，做的精度也符合工程的要求。目前预计在12月28号开放给民众参观。高雄车站历经多年施工长跑，最神秘的天棚空间终于要开放展示，民众都表示相当期待。哇，在空中骑脚踏车啊，听起来蛮酷的哦，很赞的样子，我会蛮期待的。其实蛮期待的，因为我也是高雄屏东这样来来去去啊，就看他也这样盖蛮久，所以也不知道他最后会变什么样啊。天棚是全区域开放。高雄车站的天棚工程已经在11月份完工了哈，那目前正在做一些细微的修缮了哈，那预定目前是暂定是12月底之前会开放来让民众能够使用。目前大部分设施都在收尾阶段，交通部铁道局邀请民众开放当天一同来参观。这座城市生态中岛已经逐渐成型，未来将会成为高雄最醒目的地标，成为市民休憩的新去处。记者传军高雄报道。高雄前镇渔港迎来史上最大规模改造计划，在获得中央前瞻计划81亿元经费的补助下，未来将朝向渔业、消费、观光、休闲等多功能形态。而原本预计年底完工，却受到连续风灾以及工料短缺等因素，可能会延后到明年底才能够对外的正式营运亮相。在获得中央前瞻建设81亿元经费的支持下，已超过50年历史的前镇渔港进入大改造计划。未来样貌不仅具备国际级现代化渔港，同时兼具有渔业生产、消费以及观光休闲功能。渔港周边在高市府代办8项工程中，已完工有7项，而民众最期待的主要建筑体以及渔市场码头整建工程，配合远洋渔船访港借渔作业、渔业属材办施工，但整体统包工程受限缺工缺料以及今年多起风灾影响，原本预计2024年底完工，可能会延后到明年底才能完成并对外营运。目前政府支持高雄区渔会这个前镇渔改的改造计划已经做2年多了，应该是本来是今年要如期完成，但是因为今麦缺工缺原料所以可能这个时间要拖到明年的8月
分才能全部完工。是完工后还要验收，可能我看假如顺利的话，可能在明年的年底之前。是。码头渔工忙着下渔货，尾鱼捕捞又是丰收的一季。而为了遵守欧盟卸渔场规范，农业部也早已订定渔场卫生管理作业规章第5项第2条以及第3条，渔货物不得直接放置于地面，以及进场人员应穿戴整洁衣物并维持个人卫生。渔会理事长表示，改造后的渔港现地将朝向符合欧盟规范，更加注重环境卫生，清理渔体的污水，也将会另外排入废水下水道，不再有鱼腥味，对接现代化国际渔港的品质。目前整个的渔业署最大的希望我们这些在本场卸鱼要执行到欧盟的标准，还有这些渔体不落地，这个是明年我们高雄区渔会的最大的目标。这些基本上鱼啊不落地，在落地啊，跟日本一样，就是鱼啊像在平台上面，或者什么，就不能把鱼直接放在地面上。是。这个以前前镇渔港这个最大这个鱼腥味的诟病，现在政府已经把它100%解决掉了。是，因为民国50几年的建这个渔港，这些前镇渔港旁边这些都没有做下水道工程。对，现在这次全镇渔港周边这些工厂全部下水道都接到那个污水排水管，接到中州排到外海去了。所以你现在来前镇渔港没有闻到那个鱼腥味，这个是很大的改变。理事长进一步提到，前镇渔港是全台湾最重要，并且是最大的远洋渔业作业港。在朝向国际观光渔港发展时，建言市府考量旅客来到港口对外交通的便利，增加评估捷运黄线延伸到港的可行性，减轻港口内交通压力。最早是希望黄线能拉到前镇渔港来，那目前可能政府的预算还是什么卡在，要最好的，我一直给政府建议，一定最好就把从前镇高中把这个黄线拉到前镇渔港，这个差不多2公里多而已。要不然目前的要到草衙站。这边停车也是很方便但是可能有些游客还是喜欢搭大众运输工具来比较方便。渔会理事长谢龙英表示，全台旅客到地方民众对未来前镇渔港的新样貌都相当期待。等了超过半世纪，81亿元重金打造的前镇渔港，能否就此脱胎换骨，带来下1世纪的渔业效益，成就全台渔港高光时刻，同时来继续擦亮高雄港都城市的招牌。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镜头带大家来到中油石门公有中心，台湾中油举办113年扩大紧急应变演练。该演练另外有军方6军团、基隆市消防局参加。其中演练项目为油库遭受无人机攻击，并撞击油库，导致现场起火燃烧，启动库区的紧急应变。基隆消防局也协助演练，整个过程相当逼真。无人机入境轨域正在周边徘徊，中油油库上方出现无人机来回盘旋，意图不明。应变中心立即启动，派出人员前往勘查，回报现场状况。法案 API 分离时开关已关闭，相关设备功能正常。办房领班说明101油槽正在收油中，目前持续使用摄影手机记录无人机画面。了解。军方出动干扰器，试图让无人机坠落，不料无人机撞击油库，导致漏油起火。这时，油库智慧防灾系统出现警报，并请求消防队和其他单位支援。辖区百福消防分队立即出动人车前往灌救，和中油人员利用泡沫灭火。原来这只是一场演习，中油石门公油中心举办年度演习，模拟油库遭到无人机攻击要如何应变。因为石门是负责北部地区的一个输油重镇，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有意外，但是有些意外灾害发生时，就诚如今天，我们就动员所有的人来做一个演练。那像油的话，像这一次各位看到的，除了原来的水油槽本身有水的降温以外，
还有我们配置有消防车。那消防车除了喷水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泡沫，用化学泡沫来阻隔这个油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由中油公司跟我们消防单位来演变的一个好的一个应变演习。演习的过程中，消防局首度出动救灾机器人，利用消防炮塔进行灭火，还可以远端控制进行喷水，顺利将管线火势扑灭。我们这次的部分是由辖区的分队也在熟悉环境那我们也有派遣的那个化学消防车另外的部分是我们最有大的力气，就是说刚好行政院全额的补助我们基隆市有4台的俗称的叫做救灾的机器人刚好也利用这个部分把它应用在这次的演练就是油槽这个部分。中油这场大规模的演习，同时邀请了市政府、市议会民代到场观礼。这个因应这个时代，而且最近地震也频繁，所以我们特别保障基隆的安全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主办单位特别来举办一些相关的应变措施，包含地震，包含如果漏油、漏管线他们的如何应变的处理。第一个可以提升他们同仁的这个合作默契，第二个也可以保障我们市民的安全，或是国人的安全。因为这个共融中心是整个北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其实它不只仅仅保障我们基隆市民的安全，活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感谢相关单位的协助。无毒这个油库非常重要，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兴疏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然后借由这次演练的话，彼此可以相互的配合。万一真的，当然我们不需要状况发生啦。当然经过他们这一次也结合所有的 AI 跟高数位的传输，而且各部门的配合非常迅速。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石门公融中心。那今天看到了各种演练，那其中有一项就是无人机的演练，这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石门公融中心它储存非常大的油量。那其实今天也看到了许多他们自救的各种演练，他们也自己会有所训练。那在我们消防车还没有到的同时，他们就可以先自救。与会中央和地方单位对于中油情境演练都觉得相当逼真且满意，因为台湾位处于地震带，天然灾害发生频繁，国人应该要有居安思危，才能够提高整体的防灾救灾能力。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桃园市警犬队正式成立，也是6都当中第3个成立警犬队的直辖市。桃园市长张善政亲自为6只警犬挂上3级的一线3爪布章，将协助桃警团队在日益复杂的犯罪形态当中执行各项查缉工作，能更完善的守护桃园治安。3、2、1，揭牌！桃园市警犬队正式成立，由桃园市长张善政为6位领犬员跟警犬挂上布章，狗狗们的还是一线3爪的3级布章，相当可爱。桃园市是6都当中第3个成立警犬队的直辖市，市长表示，有警犬的投入，将协助桃警团队在日益复杂的犯罪形态中执行各项查缉工作，将能更完善的守护桃园治安。今天对于桃园市的警力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桃园市警察局的警犬队今天正式成军。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首先要感谢财政部关务署支援我们警犬，还有新北市还有台中市的警犬队来帮助我们做训练。我们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犬舍到训练，到今天成军，动作非常快速。那么现在犯罪形态非常复杂，警犬对于我们查缉毒品、爆猎物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另外，明年的这个台湾灯会，我们也会用警犬在现场维护治安。相信说这些警犬加入我们的这个警力以后，我们桃园的治安会越来越好，更上一层楼。洪玉豪队长表示，桃园的6只警犬都是拉布拉多，已经在国庆大典、青埔棒球场大型演唱会以及雷霆除暴专案扩大临检等勤务现身，每只警犬可以服役4到7年。今年市警局的月历也由警犬队担任形象大使。犬只呢，训练有分侦报犬跟缉毒犬。那侦报犬的部分呢，我们为了配合重要人物、例行场所或大型演唱会或大型活动，来事先来做防范盗猎物的勤务。那缉毒部分呢，未来我们会配合各分局，扩大临检或重要勤务，还有一些专案查缉毒品的勤务。
警犬队的领犬员在3月举办招募，从上百名警力选出6名精英，录取率仅4%。通过严格培训、动保讲习等受训，才能成为专业的领犬员。队长也分享训练的趣事，珍豹犬 Hoya 就常常用无辜的脸欺负自己的训犬员，不时的惹出笑话。像我们的其中一只Hoya 它的表情呢都是一副很无辜很常受欺负的表情。但是其实呢，他老是在欺负他的领犬员我们的沈世杰沈领犬员，造成他有时候在训练过程就被外界误认为说好像都是领犬员在欺负他。警犬队正式成军后，将协助讨警团队执行各项查缉工作。他们的鼻腔内有超过3亿个嗅觉感受器，是人类的60倍，嗅觉灵敏度最高可以达到人类的10万倍，甚至可以分辨出1万种气味的细微差异。未来也将陆续投入2025台湾灯会以及各项大型活动，协助缉毒、侦搜及反恐防暴等治安维护工作，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安全。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Pokemon 是目前新北市亲师生平台内最受学生喜爱的游戏平台，现在已经完成了点数累积自动化协助自主学习，并结合双方数位教学资源互利互惠，是数位转型跟官民合作的新典范。新北市教育局日前跟 Pokemon 平台再度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共同宣誓延续10年的合作基础，持续推动教育数位转型，携手再创未来10年新巅峰。请签署新北与 Pokemon 携手10周年，联手打造亲师生平台3.0，再创未来精彩新巅峰。Pokemon 是新北亲师生最喜爱的游戏平台，现在已完成点数累积自动化协助自主学习。截至今年11月底止，总点阅量就达到了370万次。新北市教育局13号与 Pokemon 再度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共同宣誓延续10年的合作基础，持续推动教育数位转型，携手再创10年的新巅峰。我们过去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我记得疫情的时候，一个晚上，全国的老师都学会了线上教学。就是这个整个，我的心得是什么？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教育时代。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好像今天没有学 AI， 你可能明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未来世代。我们的教育随着这样的一个，我们站在顶尖的浪头上，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的孩子，在未来能够更有竞争力。整个数位学习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现任教育部次长的 Pokemon 平台创办人叶秉成表示 ，Pokemon 平台过去10年跟新北市教育局合作，致力于让孩子们拿回快乐学习的主动权。看到学生们学习时眼睛发光，全身闪闪发亮，也让大家更有动力坚持下去。利用游戏化学习的方式，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这些事情当中，可以得到成就感。同荣国小苏伟琴同学表示，自己很喜欢 Pokemon， 用游戏取代测验，答对题目会非常有成就感。同学之间也因为讨论而更加团结了。Pokemon 呢，可以让我学习可以放松的学习，透过玩游戏的方式，也可以增加我的学习动力，不会让我觉得很刻板。教育局方面表示，将持续积极推动与各教育平台间的合作，并配合生生用平板计划、学校网络设置等，将提供硬体设备到鼓励教师教学实践，全力辅助教学现场。未来更将善用数位科技，针对学生学习历程，善用 AI 分析，找出适切的教学方法，完善科技教育化的准备。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南昌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在日前正式启用，结合犬猫市区认领养中心以及动物医疗中心，也是桃园第一个市立宠物诊疗中心。动保处的各项宠物相关业务也都移到南昌园区办理，让民众不用跑到新屋，在市区就能近距离与毛孩接触并领养。欢迎民众踊跃参观。请接海，掌声
桃园市南昌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正式启用，结合犬猫市区认领养中心以及动物医疗中心，也是桃园第一个设立宠物诊疗中心。另外规划有宠物友善专区，让民众可以带毛小孩来进行玩耍，并且进驻动保处的动物保护课、动物管制课及宠物及产业管理课，同时也是提供市民各项宠物相关服务的行政园地。位于我们桃园南昌公园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今天正式揭幕成立。这个动物保护的教育园区我们筹备了很久，那么里面呢包括了毛小孩的这个认养中心，还有照护中心，基本上是委托亚洲大学兽医系来帮我们营运操作。那么我们原来也有一个动保中心在新屋，但是呢距离比较远，我们现在在桃园这边设立这个南昌公园的动保教育中心以后，我相信我们的市民如果想要领养毛小孩，或是捡到这些需要照顾的动物，南昌公园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期待这个随着我们南昌公园这个动保教育园区启用，让我们桃园变成一个对动物、对毛小孩更有爱的城市。动物医疗中心有完整的诊疗间、手术室，唯有亚洲大学兽医系承接营运管理，提供健检外，还有专业的老师提供事前行为的训练及把关。犬猫认养后，动物医疗中心还可提供后续的医疗及饲养行为的问题咨询。那我们的这个团队呢，每一天都会有2位的专任的这个兽医师来这边做一个定点的一个服务。那我们亚洲大学学士后兽医学系的学生也会来这边来为这些流浪的动物来做一些医疗，还有这个送认领养相关的一些服务。那我相信这样子对于我们的学生，还有对于这个未来在动物的一个福祉上面，应该是会安排一个很好的一个照顾。那也非常感谢这个桃园市动保处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为在地的这个动物呢，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动物福祉的一个认养，还有医疗品质的一个提升。桃园的动保园区位在新屋，不仅收容量爆满，距离遥远，也让许多人感到不方便。现在就近在市区就可以领养毛小孩跟参观，民众纷纷表示很满意，也能让毛孩们有更多机会找到新家。因为这个地点在市区，所以以后民众呢在认养动物的时候不用跑到新屋海边，所以对大家认养动物的这个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因为还有那个公立医院嘛所以对于以后那个流浪动物的救援啊，或者是民众那个通报的部分呢，会有自己的动物医院来处理这些动物的照顾跟医疗，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还不错因为那个我知道新屋那边是不是要爆满的？这边是多盖的嘛？但这边是应该是那个嘛，就是主要是医院嘛，没有，然后领养这样。就这边是人家认养，然后这边是医院，两边。那很好，因为很靠近市区嘛。长期关注动保议题的立法委员郭玉琴也特别到场，对南昌动保园区的规划给予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命教育场域，未来可以跟学校合作，也欢迎大家来参观。其实我关心动保的议题已经将近快要30年了那从我学校毕业之后，我从小其实就是养狗，那我也都一直用领养的方式那现在在家里呢，其实有3猫1狗。那今天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园区，那不管是在这个就是动物的领养然后他们的一些这个空间，然后还有包含就是里头的一些医疗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机会那也很开心，就是我们这个桃园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变成一个友善动物的一个环境。桃园动保处表示，市府致力于打造动物友善城市，南昌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启用是重要的里程碑。以后各项的宠物相关业务都移到南昌园区办理，认领养中心提供民众近距离跟毛孩接触的机会，欢迎民众踊跃参观。动保处也会在园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因为电影场景而爆红的基隆中山路桥最近进行整修，变得干净明亮，焕然一新。街访过程中，市民觉得相当有感，对于提升市容景观相当有帮助。串联仁爱、中山、安乐3个行政区的基隆中山路桥，多年前金马影后舒淇曾经在这里拍电影取景，让这个隧道构图充满着电影戏剧感。过去也吸引不少网红来到这边拍照。最近，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特别进行中山路桥整修，预计在年底完工。对于老旧路桥变得焕然一新，许多市民相当肯定。
亮一点，因为之前走这边会有点暗，然后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干净。那以前听说舒淇他们还有来这边拍过影片，好像是。那会不会觉得这边的景观其实现在又点亮了，在夜晚看起来蛮特别的？因为第一次走这边，所以感觉比较新奇一点。会啊，太棒了，真的你会常常走这边吗？到时候要是出来买晚餐的话，可能会从我家走过来吧。那亮一点比较好哦。对，而且它这样亮亮的，也可以让一些网红来拍照，你知道吗？对啊，就这很漂亮，漂亮哈，拍起来应该蛮漂亮的哈。对啊。当然是比较好啊，对啊，能够有建设，当然是对我们是好的，对对对。晚上回家比较安全的。对，没错。整个中山人行路桥哈，已经过了40年了啦哈因为它整个中山人行路桥是我们中山区到市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行的通道了哈也是很多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哈也是很多外地来的游客拍摄的景点那配合这次我们市长的一个整个市区的一个建筑物立面景观的改善我们中山人行路桥因为年代已经很久了它外观有点老旧了有点破损那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就做一个整个外观的一个改善整个改善的工程的内容包括我们的一个铺面的一个地面铺面的改善，还有我们的栏杆的一个修缮还有我们的铁丝网的更新还有灯具的一个加强把它变得亮一点，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整个外观的油漆做一个重新的原貌的一个油漆的一个整个把它重新的把它油漆起来用原状的把它油漆起来整个完成之后我们大概年底会完成，完成之后整个中山的一个人行路桥都会变得更明亮整个也人行通行的环境也会更好也增加整个中山人行路桥的寿命希望整个改善完成之后能够赶快还给民众一个通行的空间也希望各位市民好朋友可以来这边拍照打卡。路桥重新粉刷，加上暖色系的灯光装饰，让长廊造型的中山路桥在夜色中呈现另一种基隆之美。相信未来将持续吸引民众到此拍照打卡，也提供市民一个更安全舒适的行走空间。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土城元和公园客家特色景观在日前举行启用典礼，新北市副市长陈纯进也亲自出席揭牌仪式。期待这座以客家童话为主题的翻新公园，除了能提升民众对于客家文化的认知跟接触广度外，也能够展现出新北多元文化的城市意象。由土城在地客家社团带来的开场表演，台下观众都沉浸在客家乐曲的熏陶中，欣赏长辈们热情奔放的演出，现场洋溢着欢乐的氛围。新北市土城区元和公园客家特色营造于今日举行启用典礼，以桐花、马赛克拼贴墙面翻新公园入口。同时于告示牌、景观墙等建物加入客语音标，通过视觉化的方式展示客家族群的特色。新北市副市长陈纯进也亲自出席，除了亲自揭牌外，也特别参观了公园设施，并发放客家特色文具组给现场来游乐的小朋友们留作纪念。陈纯进表示，元和公园是新北首座客家特色景观营造，不仅展现了新北市多元族群融合的团结氛围，也符合把新北市建立成一座安居乐业的城市理念。现在已经有24万，超过24万的人口，我们的客家的乡亲达到差不多54000了它那个比例是22%，我们新北市的客家乡亲达到17%，所以17%大概是全国的平均22的话，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大概讲这接近1/4了所以那个比例是相当高。那我们有注意到这样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第一座
首座第一座在公园加入我们客家意象的公园就是在这里今天有幸我们要开始来揭牌来启用希望我们这样良好的文化能够持续，而且我们也有青年少年一起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会成为我们国家有用的这个人才。土城区公所的同仁也在启用典礼后仔细注意小朋友们的游玩状况，区长也特别针对滑梯高度的部分与公所同仁做讨论，确保孩童们游玩的安全。土城区公所表示，土城的客家人口占比约22%，这座公园融合客家意象元素，相信对客家族群来说别具意义。不过公园本身也对所有民众开放，欢迎土城甚至外县市的大小朋友们都能来这走走。我们元和公园其实本来就已经存在，只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我觉得需要整修。那我们元和公园其实在我们市区里面，所以非常多的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带着孙子来这边玩。很谢谢新北市政府，还有我们的客家局协助来争取这样的一个经费，所以我们得到经费之后，从今年开始开工，把我们的桐花意象，因为我们土城桐花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所以我们把桐花意象，还有我们一些客家的精神，还有一些标语，然后融合到我们的特色公园进来，所以我们这个元和公园变成我们新北市的首座客家特色公园。在我们土城24万人口里面，就有5万多的客家人，22%的比例也算非常的高，所以把客家意象融合到我们的公园来，我现在对我们客家乡亲也是个鼓舞。那当然也不是只限我们客家的乡亲，我们非常多的乡亲民众们都可以到这边来玩，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共享，我们这是全民都可以同乐的一个公园，欢迎大家一起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我相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看着小朋友们在公园的游乐设施上玩得不亦乐乎，元和公园地点位于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2段59号，透过公园改造融入客家特色意象元素，让在地居民可就近接触客家文化。欢迎所有大小朋友一起来公园游乐，体验客家桐花文化。公园好不好玩？好玩。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会第11届选美比赛在台南登场，选美佳丽们白天先在台南各景点外拍，接着晚上再参加台南市立马术场举行的决赛。台南马术协会配合选美活动，特别开放马场让大众参观。2024国际大使选美大赛举办迈入第11届，今年有来自丹麦、印尼、杜拜、大陆、越南以及台湾等6个国家的佳丽参赛。主办单位也特别安排进入复赛的选手参观台南各大景点，并拍照宣传，希望透过他们美丽的身影，将台湾的美推上国际。我美不美？我也在这里。好，不见。能够举办这么大的，是将台南市的人文向国际推广，也向台湾的女性展现出她的自信美，在美丽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协会透过这一次的举办，把新住民跟台湾人更加的拉近。有很多姐妹来到台湾，没有走过那个上台的感觉，所以我来举办这个，可以推广我们的台湾去国外。因为今年的话，我们有4个国家来比赛，有妈妈的第1代跟第2代。我希望给大家国外朋友知道我们台湾的美丽的好。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活动呢，推动台湾跟越南的文化交流。今年的选美比赛也特别将决赛场地移到台南马术场举办。台南马术协会希望透过协办各项活动，带动马术园区的发展。这个马术场呢，主要是培训这个我们的国手然后造就我们现在目前台南市的一些代表队的选手。然后我想要透过这个选美比赛它力与美的展现它是一个艺术这个马术跟选美它做一个结合，然后呢，想要带动现在目前七德公园这个马术园区这个重要的景点，所以我们结合了一些市集那将来我们一样也会陆陆续续持续在办理这些相关的活动，来促进这个地方让它更加的繁荣。
负责安排决赛场地的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表示，配合这次选美比赛，马术协会也安排系列活动，有市集、艺文表演，也有提供迷你马让民众拍照，而且完全是免费对外开放，就是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看到选美选手的自信美丽，也能够亲近马术这项运动。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大圆柏15公尺高的耶诞树正式点灯，特别邀请花莲县秀林乡富士国小跟台南市偏乡国小的学生，总共150名到场参加，赠送他们运动鞋、背包、外套等好礼。这次捐赠活动由公部门跟企业合作，透过圣诞点灯来分享爱与祝福，温暖弱势朋友，场面相当温馨。圣诞节意义就是爱和分享。台南大圆柏今年在迈向16年的圣诞点灯，难得的是持续和公部门合作。市长黄伟哲先将日前义卖所得转化成公益基金来购买无人机，送给10间偏乡国小，让他们开拓眼光，有不同的学习体验。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和总经理徐雪芳也亲自送出运动鞋、侧背包等好礼，要给学生有满满的祝福和温暖，场面温馨。今天不但是创造经济奇迹，今天耶诞点灯徐董事长还率领所有我们远东集团的好朋友一起来做公益，来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一起来向国军致敬，一起来向我们大朋友小朋友来证明我们台南市是有爱的城市。1年了，我们要快乐一下，灯亮亮，大家有这个高兴的这个程度。那尤其是小孩子们，他1年呢，到年终的时候，他应该也要被热烈的鼓掌，热烈的 push 他们向前走，然后要希望他们更努力，对不对？对。公益圣诞点灯也因为有各界企业的爱分享，才可以持续推动，所以市长会中也一一颁发感谢状，期盼未来有更多企业投入社会公益，让台南成为有温度的城市。会中学童也回赠自己签名的卡片，由市长黄伟哲和徐董事长代表接受。最后重头戏就是点亮15公尺高的圣诞树，将活动带入最高潮。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基隆在1924年正式成为基隆市，庆祝基隆设市100年。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特别在基隆美术馆举办基隆100年特展与国宝级画家萧仁珍100岁展，从即日起展出到1月19号，邀请民众从各个面向来感受基隆的100年风华。3、2、1，请启动！谢谢大家的掌声，百尺竿头，迎宾万千。基隆市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跟议长秘书于炳玉及100岁人瑞画家萧仁珍夫妇等贵宾，共同启动基隆设市100年展览。这次透过饮食、文化等6大主题，带领民众来探索基隆100年发展的精彩。这次市府更携手社大与文史工作者，首次完整公开战后基隆7区的煤矿矿山图和运煤的轻铁路线，见证当时煤矿产业兴盛的基隆在东亚航运枢纽位置。我们基隆的发展其实是根据两个主体就是海港跟煤矿。那虽然说煤矿已经不见了，但是这是我们以前基隆市的一个光荣的传统，所以我花了6年时间。我们调查整个基隆市7个行政区，把那个矿山的位置都把它盘点出来，它的传承我们都把它研究出来。那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说，整个基隆市7个行政区，战后有109座的矿场，那有20条的轻铁变轨道。好，那我们把它整理出来，让市民知道说，我们基隆市
在煤矿时代，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离我们这边最近的就是在月眉路这个大河坑，啊，那是很容易亲近的，而且它坑口都还保留完整。那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个地方是台湾煤矿那个斜坑技术的发源地。那么在行百年这一个部分，社区大学我们也跟黑春老师一起在。不管是我们在矿业125年所带起过去的经济奇迹，能够透过不只是在航运上面，过去基隆所占的一个位置，以及在矿业上，我们希望能够去呈现，而且我们整个把基隆7个行政区的矿场重新盘点，让大家看到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个矿业的一个经济，带动整个基隆的各行各业的一个发展。那最主要就是将我们在基隆近100年来发生的所有事物，包含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一并的呢整理出来，在每一位基隆人的面前。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隆学，也就是将我们在地发生的事情以及过去的风貌，全部都呈现在现代的基隆人上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来逛展，多来了解一下我们基隆这座城市美丽与哀愁，还有过去的演变。基隆生日快乐！百尺竿头，迎宾万千。我们非常希望，就很多的市民朋友，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呢，能来看看我们这次的一个策展。那我们这次的策展呢，有透过6个系列，让大家知道有100年的文化，有100年的历史，100年的那个宗庙，还有无形化资产，还有100年的建设、100年的教育以及100年的人文哦。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的100年，集合成基隆现在的样貌。这次的基隆社事100年活动也特别邀请到高龄100岁的国宝级画家萧仁珍开办100岁画展，老师众多的粉丝和学生都到场献花祝福。我是基隆人，我在基隆住了70、80年了，在基隆住了70、80年。这个对基隆特别喜欢喜爱，喜欢基隆。基隆三面有山有水，这有水给我的灵感的启发，给他的灵感的启发，是我作画的泉源。真的很难得，然后有一个水墨的国宝画家萧仁珍老师，他今年的话你也知道就是100岁，然后也刚好的话有这个100岁的画展，这样子非常难得。那真的是基隆是一个非常就是慢慢一个繁荣，而且又有底蕴文化的一个地方。庆祝基隆社事100年，各项展览内容丰富，即日起展出到1月19号。欢迎民众把握这难得的机会，来感受基隆的100年风华。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台南市嘉吉高中今年迎来100年校庆，特别举办盛大的庆祝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祝贺外，荷兰美声马丁·赫肯斯也献唱祝福，同时表扬杰出校友，包含立委陈亭妃、乐天女孩林梦洁、歌手林珊等人都获奖。听到优美的天籁美声，就知道荷兰美声 Martin Herkens 来了。今年在台南的首场演出，就献给100岁的嘉琪高中。市长黄伟哲也特地来见证这个里程碑。今年也是台南400，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一起缔造历史。100年来的严格，其实就是台湾教育史的一个严格。随着时代变迁，历经多次改制与更名，100年校庆是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契机。在典礼中表扬33位在学术、教育、政治、艺术等领域成就卓越的杰出校友。唱红白沙屯妈祖、粉红超跑的林珊就是校友之一。知名广播主持人蓝轩、立委陈亭妃等人也获选，上台领奖时都分享自己在校园时的回忆。老师讲话一定会被打断，老师上课一定会被打断，只有讲到这一点，大家都会觉得对，你就是跟这比较的。其实我现在最怀念的是，每次一进到学校，那下了课放了学就脱下裙子穿短裤，
打排球。另外鼓励在校生追求梦想，更首次设立优秀青年校友奖，乐天女孩林梦洁惊喜获选，现场男学生不但举起布条应援，台上还来秀一段。这里有一种家的感觉，然后一种很温馨的感觉。我爱佳琪。切下生日蛋糕，佳琪100周年，整年透过学生的展览专题与校友会的系列活动隆重庆祝，终于圆满。未来学校将持续培育人才，迎接下一个璀璨100年。记者说华台的报道。奇美医院泌尿外科引进一款新型可弯式输尿管鞘，搭配高功率火雷射，能够精准把肾结石击碎，同时有效抽出碎石，不但解决传统手术遗留结石的困扰，患者也无需担心术后的结石复发，预防并发症。画面上这支软 Q 的管子要怎么弯曲都可以，这是奇美医院最新引进的可弯式输尿管鞘，用来治疗肾结石。跟传统的硬式输尿管鞘相比，可以有效将被雷射击碎的碎石抽出，避免残留，降低复发风险。有了这个新型的这个可弯式的这个软式输尿管鞘，因为它后面还有一个可以搭配这个负压的抽吸，那可以让我们手术医师在手术中把结石打碎之后呢，当下就可以透过这个负压抽吸跟这个可弯式的管鞘去看到我们要把这个碎石直接在手术当中就把它这个吸取出来。然后另外在手术中呢，因为它有一个负压的抽吸，所以肾脏内的压力不会太大，那病人可以降低后续病人发生这个败血症的机会。日前就有一名54岁的李先生在体检中发现双侧肾结石，因为担心传统手术留下伤口，所以选择新型逆行性肾脏内高能量火雷射碎石手术。手术就是使用可弯式输尿管鞘完成，一次性清除2侧结石，在短短2天内出院。透过 X 光检查显示已经没有明显残存的结石。一般这个什么手术什么状况，肾脏结石的状况需要接受这样的手术，主要我们大概抓大概是2公分，大概2公分到2.5公分。如果超过2.5公分，医生还是想要做的话，最好是在比较有经验的医师手下会比较安全。那如果说在更小1公分以内的结石，通常我们会建议可以先做所谓的体外震波。那如果说体外震波无效，结石还是在里面，然后病人还是想要把它拿掉，还把它清干净，我们就考虑做这样的手术。医师强调，新型输尿管鞘有助于提升手术的成功率，减少传统手术中常见的2次风险。但目前这项技术和相关医材并未纳入健保给付，病患需要自行负担。尽管如此，新技术所带来的精准治疗，无疑为肾结石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记者宋海丹的报道。台湾是美食天堂，各地都有许多隐藏美味。本周首先要带大家来到高雄三民区，有家隐藏在巷弄内的传统甜品店，店家把杏仁豆腐做成猫爪造型，非常疗愈。另外，在店面的装潢简单利落，也吸引不少文青控。再加上店家制作的甜品都是减糖配方，非常符合现代人想吃美食又注重健康的需求，因此也吸引了顾客大量订购。三民区有家隐藏在巷弄内的甜品店，贩售各样的传统甜品，减糖的配方吃起来甜而不腻。店家也在传统的甜品里加入一些小巧思，把招牌杏仁豆腐做了一些小变化。这一份猫爪造型的杏仁豆腐非常疗愈，也非常吸睛，是许多客人来店必点的品项。然而在装潢及布置上，让顾客到店里感到非常放松，吸引不少文青控前来品尝。因为我们自己也喜欢猫啊，然后当时是在市场刚好有这个模型，然后我们就拿回来做，然后一做，发现这个模型是真的非常好看，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东西，客人也喜欢，所以就 OK。主要是我那时候会做用这样的一个猫爪模型，主要是因为其实外面有很多做杏仁冻这一块啊，他就纯粹做一个杯子，然后把它做出来。那我就觉得食物的话来讲，可能有一个形状的话，让客人看得会舒服的话，它吃起来会更好吃。杏仁类的甜品是店家的招牌，在一碗杏仁露里加上各样的配料，顾客可以吃到满满的幸福滋味。另外，店家的绿豆汤加蒟蒻也是非常受欢迎，光是制作过程就得费上好几道功夫，再搭配手工的蒟蒻，多层次的口感让顾客念念不忘。绿豆蒟蒻或者是红豆蒟蒻蛮好喝的，它
它就是料很多，然后就是蛮实在的，真的不错，值得推荐。蒟蒻蛮好吃的，就是很滑溜啊，对啊。我们的特色就是简单，然后单纯，然后把食物的那个原来的味道煮出来，怎么把很普通的食材把它煮成那个煮出来好吃的味道。其实主要是我们特色是不加其他的添加物，就是色素、香料这一类的我们不加。就是我们买蒟蒻回来自己做，用多少量就是煮多少量，这样是让这个比如说让蒟蒻它食材能够新鲜这样。店面虽然隐藏在巷弄内，不过文青的风格加上符合现代人想吃美食又重视健康的需求，也吸引了一些团体大量预订。老板的用心做出各样的甜品，让顾客可以吃到健康的幸福味。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牛肉汤餐厅业者张志宏原本是做黑手，当初为了女朋友投入餐饮业，从完全没经验自己看书研究，甚至去屠宰场帮忙了解牛肉的每一个部位的口感，到现在已经20几年。为了让消费者吃到不同的料理，更持续钻研推出新菜色，像最近就推出用多种不同部位牛肉做成的总裁牛肉面，超大分量，足足有8人份，一块来瞧瞧。看到老板认真切肉，不只对每一块肉的纹理都相当熟悉，很难想象他原本是从事黑手的工作。当初因为答应女朋友的承诺，投入餐饮生意，不只看书研究汤底的熬煮，甚至到屠宰场学习了解每一块肉的纹理和料理。本来是做乌手的26岁那一年女朋友的结婚不然我们做个小生意不要四处奔波这样子拢爱出差还有我们做个小生意，结果阮一个做了3个月，伊就嫌忝就走我那想讲我都本来就师傅底种餐饮这块阁是完全陌生我讲敢要阁继续坚持的，结果伊就我去找伊啦他就跟我讲，我妈妈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料，跟着你会一辈子吃苦。就为了赌这口气，然后就开启了外挂人生了。然后去研究汤底研究一些牛肉，我甚至有到屠宰场去帮忙杀牛，我才知道，每一个牛肉它的每一个区块，然后它的部分，它什么36个部分，我都掌握得很清楚。从门口一进餐厅，映入眼帘就是一条条新鲜的牛肉吊在冰柜里，让顾客能够一眼就看到新鲜的食材。而这家餐厅不止牛肉闻名，看这锅肉燥，猪肉是手工现剁，不止费工，而且口感也与众不同。其实台湾人心目中都有各自的第一名的肉燥饭。那我们家的肉燥因为是祖传下来的，而且我们的肉燥它是采用手工去剁的，它比较大块，它的口感吃起来也比较好，那相对的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一点，但因为就加成下来的，我们也是采用这个肉燥，然后下去熬煮，肉燥。你如果手工剁跟机械绞的，它真的口感会差很多，不像台南的它是比较偏咸的，咸一点点而已对吧？那整体吃起来，我觉得还不错，蛮下饭的，对。但就是不是台南口味，偏甜的那一种。从事20几年的牛肉餐厅，业者为了让顾客吃到不同的菜色，经常推出新的料理。画面上这锅总裁牛肉面，更是使用多种不同部位的牛肉，与外面较少见的宽面条，而且分量足够满足8人份，希望让消费者吃饱又吃巧。记者李英根台南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